甲骨释文第50集，软桥卡着即字软，将略省将随，意思就是人软过去。屈辱也，屈辱就是欺凌。即字软，说文解字讲是月也，搁讲是高也。即字喙呢，难行摸，所以说文解字爱改做高之下，难行字越过，有道理无？搁有后一句，一月零知，零知就是欺凌，是毋是前后就斗会起来啊？即字道，伫倒位的道，或者读对，令即字甲句文的本意是手牙发气读噗，字变就改写做安尼。即字字形的意思是人伫白时拄着障碍物，所以运册解说做行迟暮，读音随。这三字算是非常重要、常用到的字根，咱爱甲学起来。为倒位着即字为，就等于一对人的对。春风对面吹，爱写即字对哦。汉字为倒位学的，若为汉字朴实学的，为倒位爱安尼写呢？中文讲带领、带头大哥，所以中文即字带就读带。若安尼，领带、皮带、安全带如何解说？热带、温带、白带鱼，阁是啥物？原来带头大哥是北方大音字。即字则是带头的带，马祖在带头，字形是将无省将对，无就是生命的娘线，所以即字带的意思是生命的娘线在带头，缀一阵跟随的队伍。若是为简体字来研究字形的意思，像即位美国人会崩溃，凭啥物斗就代表勇气，搁代表打架呢？狗斗换一招的斗，本来就甲战斗的斗无半点毛线的牵连，但是学简体字的人就产生无必要的关联。斗阵斗牛的人做一阵就是结伴。若照教育部写的斗阵，就产生无必要的意思，非常无适当。为周朝的雅言开始，过千外年以后的汉语，搁千外年以后的现代中文，这中间主要的变化，差不多伫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的年代开始，有简化发音的中文。阁有大量另外造字的北方大音字，也就是汉字片假字。现代中文阁有简体字，用简体字直接研究字形的造字原理，咱真好理解这是无适当的方法。用简体字直接来研究闽南语的用字，当然嘛无适当。用简化汉语的现代中文来探讨呢？看教育部的建议，就知影嘛是无适当的方法。现代人自然就停留伫现代人的角度在看代志，因为这是学习到的唯一的角度。这就是佛祖讲的智慧的障碍，简称智障。简单的举例来理解，就亲像有人认为半相字的骹是国的字体字。这是唯一的答案，这就是停留伫简体字或者是现代中文的入捌的时，就真歹理解比周朝搁较古早的同义语啊。咱要讲的重点，就是爱跳脱智慧的障碍。事到如今，或者讲到今，如何会当读出单的读音啦？好奇怪的，有没有？耽误的耽，意思延迟呀，嘛会使读耽，到耽你才知，是耽误到紧你才知。真不幸，教育部的到耽是写这种形音义完全袂下的用意。这个才虽然有间才、才能的意思，但是拄则你才知爱写这个才，为何？因为甲骨文的才字
形是土地上长在布影的种子，意思就是才开始。这个才讲阮讲是那呀，例句才骗我一点点啊，尽给我一些些啦。才学到一寡字，是刚学了几个字，两字意思有寡无同，是吧？这字嘛有音字的意思，读音通，小更正一下，可能会通你一撮仔时间。事物声音做述，事句音就一撮仔时间。这字落或者读落，本意是秋叶落下，有落下之势，有自由落体，一举加速度的写这字落。另这字落或者读落，本意是一个人独自行入深谷内，咱就照用这字做动作意向的写取。东西落下去就写落落，安全下车毋是落落车骹，是落车较安全啦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就免写看甲失落，是继续看落。车驶下去交流道，无发生车祸，是驶落交流道。落就是下去。所以一般咱无搁讲驶落去，因为若加去就变驶下去。这个野轻声野，意思是掀开野。发音的用词定有上野这个词，搁有野开。野间起字，读音野，或者读摕、读摕，意思饲野、记野。一次性的提高写这个野。果上再加果，另外写这个野。例句：野囡仔看戏，厝顶挂野上天。为何这个野有果上再加果的意思？因为台的本意是烽火台，已经是最高，搁加上唱悬的浓烟，所以有果上再加果的意思。另这个台是搭建的戏台。化酒群，夜市仔化玲珑，这个化文音读五，金文写作言语上下颠倒讲、乌白讲啦，所以有误骗的意思。大喝一声是喊甲大细声，所以写这个喊。例句：雄雄喊一声，要惊死人哦。单纯的呼唤嘛会使写这个喊。例句：去喊阿公来食饭，毋是对阿公喊甲大细声，正经是单纯的呼唤。什么是裤襠？鱼字大口食，是毋是就是这？焦点为何写这个焦？因为这个焦将火将鸟用火在烘鸟仔巴啦，鸟仔巴会救。这个的意思就是缩小呀、自焦呀。白音读搭，臭火搭的搭。这个焦将木焦声，并毋是哦。汉字真少形声字，甲大材缩小，通好来使用的人就是招夫。安尼的字形解说是毋是有较通？这个招画玲珑的会叫你招过来，目睭缩小伫看。意思就是从小洞偷看，所以就无人讲大桥，只有小桥。搁有一字读照，妈祖庙做照，写这个照。小眼看人是这个照，这个就真好理解，是面缩小，面救做一圆，读音角。愁眉苦脸，闽南语就讲忧头角面。或者讲面忧面角，看到教育部写这种字，是毋是面会拍角？不足甲乌卒仔无关系，甲心情有关系。教育部毋知安尼乱写，咱就改写和心情有关系。郁卒，卒就是优雅，将心卒声。汉字真少形声字有无？郁卒是心缩小啊。
所以应该是中心中卒，卒意声，超喙是文音，白音读甲卒。目睭一点点仔在看人，阁有即字咬，咬一个就知。例句：斜视的碍咬，粗视的看着真艺巧。中文讲的鼻咬，看字形咱就知影甲小乔有共意思。3000年前的豪宅是啥物款？中低中高省，古字的豪安尼写，有一个高字旁。好野人就是有钱人，有钱人兜一楼饲猪，二楼才住人。家是住伫一楼的人兜，是甲猪做厝边。足的甲骨文本来就是骹踏出去的骹额，所以足的白音就是额。户的甲骨文是厝内有一壶酒，代表厝内有高级品。商朝讲的是文音，周朝讲的是白音。文音的足够，白音读够额；满足，白音读满额。富足的人就是好额人，或者是好额。中国的地势西方高，东平低，产生无共款的文化。好野人高原地区住宽敞的平房，当地人住豪邸，无钱的住洞穴的，爱强身才有法度进入的洞穴，这就是文化主流在讲的穷。当地人讲善，善就是住伫二级厝仔，就是含猪拢住伫一楼的家。烧早的烧甲阿摩陀敲着刷的敲，无共音，无共意思。警察烧早爱保存证据，当然袂使乱献啊。在烧早啥？原来是老人伫寸步难行的家厝仔，手举着火把，在烧早散落的污点，所以行动不便的老人就是老少。生活条件无好的人就是散，等于当时文化住二级厝仔的散。又病又穷就是散，散食人、散用人，拢是当时人在表示穷人的讲法。散肉、食肉是少油之肉，现代人讲是赤肉。这字野，轻声野，是野的本意。甲骨文话，过人骹两边藏着共款的物件，倒边是安尼，正边也是安尼。这字野前后一样的卡印，例句印野、分野，嘛会使读食，等于这字食，古食的食。有钱人真好额，教育部写做好额。这字额是金钱的量词，例句面额、额度，或者是人数的量词，例句命额，或者读额，额头的额。烧甲超正经是无共音，无共意思。这字嘛读超，或者读晓，三图晓甲乱七八糟的晓。这字晓搁读做猫，猫洋洋就是猫猪。这声猫是罗音声母，也是片音声母，有较特别，小提醒一下。中文读袂出这种发音，只好省音做猫。这字超嘛会使读叫，超阿摩陀。骄阿摩陀，拢有人伫讲，骄了安尼写，若是袂惯死骄了安尼写，去恁兜打扰一下，安尼写的道理阁是何在呢？是去恁兜拍人俗，超会使读骄，为何？因为共意思。烧会使读超无？袂使，因为若安尼，阮毋捌字的阿公就听无你伫讲啥潲。尿，阮阿公会摕来做肥压菜，但是伊永远袂讲囥尿。
3000年来，闽南语无用文字，就安尼一直传落来。就算有人用啥物乱音大法，我若讲袂互你骗去啦。捌字的人，我就毋知咯。平均的均甲图有关系无？可能一时无想到，但是一定有关系。中途嘛，这字均本来的意思有一只手在摇动的制图的搅拌器。这字的字形是中途中柄，毋是中包哦，是中搅拌器。意思就是甲黏土敲好嚼，均匀，白音就是交匀。空虚字典的秘密，这种讲法只是为着骗流量的册批话。闽南语伫空虚字典只是特例。衰空虚字典知影闽南语读无共音，所以用另一字互咱来读水。囝误会是去做太监。说文解字就讲这字读见，老师在教，没有人在听。秘密就是编撰空虚字典的老师，并无讲闽南语的人参与。所以要为空虚字典找台语字，有机会嘛有困难。看教育部的建议，就知影有困难无。闽南语若是号老话，若是主流，为何闽南语定讲的找空虚字典找无记录呢？闽南语虽然毋是周朝文化为主的主流，但是免切心，闽南语是甲骨文的母语，咱为甲骨文来找。心的甲骨文画一块布，有一只手上下在寻找这块布的刻字。寻找闽南语讲找找，高无一定指武器，上下动作嘛是高，找是找的简体字，布省略只表达手上下动作，就是这字找。空虚字典的秘密，就是完全无收录现代中文认为的找的意思，认为上下动作等于回，等于过量存的过，找钱写这字找，完全无现代中文认为的意思，是无？为何空虚字典找无找这个音？来看甲骨释文。汉字和台语本来就两条系统，台语字伫商灭亡后，就甲汉字分家。兄弟虽然分家，犹然有共同的特征，甲无共的细节。所以啦，有共同嘛，所以找有字是毋是真正常？无共的细节，找无字是毋是真正常？继续。台语找经，如果完全依靠汉字的文献，毋若定找无，找着啊也无一定对。真侪人讲伊的资料是有文献的证据，这点我不能苟同。换来讲一字穷，尽量收集的意思，教育部写的穷，阁有人建议写倾倒的倾，你认为有收集的意思无？芹菜尾，芹银角啊，有两字芹通写。这字为何读芹？为何有收集的意思？来看甲骨文，手掰开衣服，目睭金金，看到擎着的银角啊。这字是真重要的字根，将飞省将湿。意思是伫天顶飞，雄雄落落来，读音信，迅速的本意。落落来的物件，用手去承接，就是神。神，教育部分袂清楚，毋知你分会清楚无？这字擎，将营省，将神省，意思是真认真去神。例句：芹菜尾。轻互活来，无鱼下嘛好，就是罔轻。轻分是爱计较伫相争。你看有项无？两个工学工具竟然拢用甲言语有关系字，
放大镜是撼镜，即字撼；望远镜是吊镜，管中窥视就是吊。4000年前的印度就发明玻璃，就有吊镜。3000堆的千里眼当然就是明镜，下条甲印度有相当的关联性。即字管中窥视的意思，就读吊，嘛会使读通。例句：名声通四海，规年通天。什么是吉祥？孔子讲的“吉事玉期节节也”。现代人可能真歹想到吉甲节钱的关联性。来看吉的甲骨文，被压长半截的箭头装入去篮仔内底，意思就是长绝干戈，吉利祥和。即字箭，若照公文的解说，算是误解。为字形来看，就知影和吉同意思。古语等于即字箭。说文解字讲是灭也，应该是简化的讲法。鸟尽弓藏，好兵无战事啊，断绝干戈。安尼解说是毋是较通？意思福也，箭伤是伤人的福气，也会使解说为死伤甲战争无关系。创节，有一个人姓创，名节，并毋是安尼哦。创节是谥号，创改也，改造也，节就是压，甲长钱压长，指钓取头尾两端。创节两字合起来是钓取文字头尾的改造者。创节毋是文字的发明者哦。汉字的造字原则，有人讲是律师的强行、指示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加借，就算是如此啦。读音呢？切音是伫东汉时期为印度传入的，并毋是哦。创节的新文字经过下调已经失传啊，但是甲骨文保留原始的切音法。中古的文书才出现的音切，大部分是用完全无关系的两字来记录另一字的发音。甲骨文用的是甲本字有关联的两个正经音，切出一个新的主题音。甲骨文是闽南语的母语，是安尼来，毋是册批话哦。甲骨先生所教，咱节目一字一字用闽南语的读音来验证。百则调成规，用真济字所推论的规则，毋是伫往自己脸上贴金啦。其他的语言是毋是甲骨文的母语呢？我毋知，我袂晓讲。会晓讲的人会使试看卖。用台语学汉字，本频道的这个播放清单，即马大部分拢关闭啊。为何？因为其中的读音意思安怎来呢？听人讲的，听讲的阁是听别人讲的，是毋是安尼？学着甲骨先生的甲骨释文以后，才理解过去学的错误百出啦，所以就甲关闭啊。甲骨先生教的为字形本身来捌字，我认为这是上好的方法。无，你去请教教捌字的老师一个问题：读音安怎来？其中的字频阁是安怎来？你有感觉无？是毋是讲来讲去，罕得有老师做出安尼基本的交代？反正就是